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米講馬二代，收睇專攻第一場新馬班賽事。今個星期六繼續喺沙田馬場係有黃昏賽事嘅，兩泥九草，一共跑11場。頭場一跑時間照舊啊，下晝4點正跑道，草地呢係用一條最窄嘅私家3欄。場地預測嗱，呢度就又係有啲難估計啦，因為天文台天氣預報呢喺禮拜六咧係有啲微雨嘅，其實禮拜五都有啲微雨。咁啊，去到禮拜日啦、禮拜一、禮拜二、禮拜三咧，連續4日咧都落比較大嘅雨嘅。咁如果係禮拜六承接禮拜日會落大雨，會唔會喺挨晚嘅時候已經天氣即係持續變為惡劣，或者嗰啲雨提早少少嚟，禮拜六嚟到咧，真係依家好難估啊！咁唯有都係用翻好地、正常好地或者好地稍稍偏臨啲咁多去做準則啦。咁啊，跑新馬班嘅賽事做第一場咧，應該都唔會令到個場地太過硬嘅，因為新馬賽啲新馬2、3歲嗰啲咧，都係隻腳咧比較脆弱啲嘅，都要保護啲新馬。估計咧，依家去做場地估算啊，好地或者好地稍稍偏臨啲咁多。今次嘅新馬賽已經係本季第4次嘅新馬賽啦。咁啊，之前3次咧，頭嗰2次跑直路1000米嘅，上一次係跑轉彎嘅1200米路程。咁今次咧又再回歸翻1000米直路賽事。咁啊，早嗰3鋪咧都係一啲越遲出嘅馬就越有着數，即係睇住嚟食咁樣嘅格局。咁今次第一場出馬少少7隻，其中有3隻咧係初出嘅新馬，係咪都會睇住嚟食呢？估計有一隻咧質素幾上乘嘅，嚟自大衛希斯嘅馬房馬咧，終於粉墨登場啦！唔係靈西精品啊，唔係靈西牧場嗰啲貨嚟噶，但係即係馬主咧，應該同希斯個關係幾好嘅，係嘛？即係嗰啲乜乜勇士啊、乜乜勇士啊，都擺喺希斯馬房，咁所以呢一隻馬咧都照舊支持希斯，估計就質素應該幾唔錯嘅，一齊去片睇睇，揀咗希斯邊一隻馬啦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一定要呼籲下大家訂閱大米講馬呢個台咧嘅節目，好多人睇，咁但係咧訂閱人數咧就仲未達到理想水平，所以如果支持大米，一定要訂閱大米講馬，同埋咧俾呢條片一個 like， 加埋咧分享呢條片出去 ，share 條片俾大家嘅朋友。咁啊，當然可以留言支持一下我嘅，咁啊俾啲心心啦、表情符號啦，或者笑面啦，都係對我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。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，先睇睇第一場係新馬班跑直路1000米嘅短途賽事啊。出馬啱啱7隻馬都有3隻位置派彩嘅，同埋7隻馬咧有位置 Q 玩喎。真係要多謝鄭俊偉啦！呢一場隻3號機緣燦爛，其實呢隻馬真係雖然都試過2堂閘，但係啲水準咧真係都幾遠離水準下嘅，即係好似之前第一次出賽希斯嗰隻盛世英雄一樣咧，真係遠離水準嘅。咁應該都好過隻盛世英雄少少嘅。咁今次希斯就唔係出嗰啲盛世英雄啊、精英奪冠啊嗰扎垃圾噶啦。雙劍合璧嗰啲都收埋咗噶啦，今次咧就出咗隻6號馬星球勇士啊，咁啊田氏家族買入嚟嘅呢隻馬應該質素幾唔錯噶，咁啊第一場有3隻初出馬，3號機緣燦爛就麻麻地，但係咧隻2號龍騰盛世咧係嚟自美國嘅，啲美國嘅自購新馬嚟嘅，即係啱啱禮拜3咧嗰隻5班馬龍佑生嘅同主馬嚟嘅。咁啊，係咪嚟自美國就叻咧？咁都未必嘅。嚟自美國嗰啲馬，可能都係北半球馬得咧，都有一段時間適應下都未定嘅。但係咧，希斯呢一隻6號星球勇士咧，真係砰砰聲啊！2歲咧，好早熟血統咧，已經好好嘅姿態，試習試得好好噶啦。一齊去片睇下啦！大衛希斯馬房6號馬星球勇士。咁啊，出自一個非常之早熟嘅父系啊，叫 Cosmic Force，可能唔係好識呢個父系都未定，但係咧
再睇翻佢阿爺係遙遠星空，咁啊副線係短途，母線出自西利士都係中短途嘅，咁所以咧呢一個係一個短途血統嚟嘅。咁加埋咧2歲咧嗰個體格已經長成得好好噶啦，體格魁梧啊，大大隻咁，應該係一隻幾有質素、幾有速度嘅短途馬。喺神課功夫已經見到呢隻馬咧早熟得嚟咧，嗰個速度啊各方面啊都配合到啊，早熟馬睇落個型格長成得好好，展現到良好速度，應該係要及早使用啦呢啲馬咁。咁呢隻馬就唔係好早嚟香港嘅，2個零月之前先嚟香港，3月24號到香港。咁聽日即係禮拜6啊，6月13號啊嚟咗都係2個半月左右啫嘛。但係咧操練功夫咧已經操得好十足咯，可能喺外地咧喺澳洲嘅時候咧已經做好晒基本嘢先運過嚟啊，肯定啊！如果唔係嚟到試閘，冇理由試得咁好啊！試2堂閘都係艾杜拿幫手試，艾杜拿都當佢親生仔咁湊噶啦。自從艾杜拿一接手之後咧，喺5月初一接手咧就真係如獲至寶咁，課都摸住。咁啊試2堂閘咧都係輕鬆贏嘅。咁近期試過1堂閘，2個禮拜之前左右啦，2個禮拜多啲啦。5月26號嘅沙田直路1000米閘，星球勇士排個靚檔啊，排10檔。咁仲可以睇埋咧，都係今場第一次出賽嘅龍騰盛世啊，排11檔，2隻馬點跑，高下立見啊！真係星球勇士出閘撳住影放出嚟，沿途輕輕鬆鬆做個時間57秒78已經夠贏噶啦！喺呢鋪一齊去片睇睇啦。咁啊，最後入閘係特別美麗。出閘特別美麗就稍慢嘅，咁啊中間有啲逼劫就不假外求啦，咁啊同埋嗰隻呢就星球勇士啊，咁啊中檔位置見到呢嗰隻不假外求開邊，但係第二咁啊星球勇士好快啊，出邊依家第3位、第2位呢就嗰隻灰馬啦，就龍騰盛世啦，咁啊中間走上去呢就見到黃白就嗰隻啊勤德佳比喺佢內喺外側啦，藍帽呢就順善寶啦，魅力之福，咁啊馬林中間呢就淺藍帽紫色衫呢就俊美一生喺佢內側。黃衫就笑看風雲，後邊3隻啦，最入嗰隻呢就龍民正道，尾二白衫飛躍海船包尾特別美麗，咁啊差唔多最後400米啦，喺近住外欄嘅位置仲係佔先啲呢係星球勇士啊，不過有多少想內閃嘅，喺外欄嘅位置呢就龍騰盛世啦，入邊走咗上去就見到勤德佳秘同埋順善寶接近終點，一路內閃住都贏啦，咁啊星球勇士啊，順善寶勤德佳秘就好接近中檔走咗上嚟啊，俊美一生啦。好啦，咁啊睇完片翻嚟，唔需要多講噶啦。估計呢隻馬喺禮拜6咧係1點幾倍嘅啫，1點幾倍嘅 win 嚟嘅啫。10份馬經應該着咗有9份咧，都貼過做正選噶啦。餘下嗰份都係貼第2選嘅。呢隻馬絕非係之前大衛希斯嗰啲垃圾新馬，盛世英雄啊，盛世英雄可以直接插6班噶啦。咁啊，另外嗰2隻5班嘅雙劍合璧同埋精英奪冠，絕對唔係呢兩啲即係之前嗰啲卡拉蘇可以去比嘅。呢隻馬就係真係高好多嘅。馬膽之選都無謂諗其他啦。艾杜拿近期手風轉順，禮拜3贏2場，表現好好啊！攞到呢隻咁好嘅，即係即新馬班賽事咧，應該可以喺新馬班嚼2場嘅。希望艾杜拿把握機會好好發揮啦，出閘順利 ，Hands and Hills 都可以贏嘅啦，應該。馬膽先揀6號星球勇士。好啦，咁啊睇翻第一場個排位表啦，一定係6號，當然馬膽噶啦，6號星球勇士都無謂特別多再解釋啦。揀配腳啦，配腳方面都有好幾隻馬可以選擇嘅。咁啊跑過一次嗰2隻啦，禪聖閃亮同埋量子後王1號同7號咧。都可以諗嘅，甚至威哥出2隻咧，雖然係馬房次選出，但係咧都估計一定出到噶啦。新馬班啲1000米有幾多人馬跑啫？隻龍騰盛世試閘都唔差噶，雖然即係完全唔夠隻星球勇士跑，但係咧都展現到一個基本速度同埋，即係隻馬都走規幾純熟嘅，都有機會走啲3344嘅。咁啊3號機緣燦爛可以第一隻畫咗先噶啦，咁加埋啲。初出跑1000米直路都入過 Q 嘅4號銳行星啦，上次沿途兜大彎不能作準嘅，
隻5號紅月社都有機會。咁所以咧，除咗隻機緣燦爛之外咧，其他5隻馬都有啲機會嘅。但係如果論到即係上一次一齊跑田草千二嘅走勢咧，呢隻7號馬量子猴王咧係蝕盡個形勢嚟跑噶。咁所以咧，呢條單棍6搭7，兩隻馬排6檔7檔嘅好檔位，大熱 Q 都要揀噶啦。告仔馬房呢隻7號量子猴王咁啊，中翼禮騎可以減2磅啦，受讓星球勇士2磅，係咪可以追得切隻星球勇士呢？都唔敢講佢一定追唔到，但係頭先嗰條片睇試集呢，隻星球勇士真係完全未喐過，撳住翻嚟做57秒幾啦。如果佢真係推下呢，都56秒頭嘅，你應該可以。咁如果係咁的話，隻量子猴王係咪真係可以？即係中型體格都追到咧，咁啊真係都係估計問水啲。咁啊呢隻馬上一鋪跑田草1200米都唔係太多人貼，咁當然呢隻馬喺谷草嗰啲試集啊、草地試集啦，同埋田草嗰啲草地試集咧，都見到有啲走勢嘅。泥地試集咧就好似唔識跑咁，可能真係泥地唔得，草地得啦。咁最後跑翻嚟咧，呢隻馬都令人有啲眼前一亮嘅，因為沿途咧都俾人頂咗喺外碟，蝕盡嘅，轉彎又兜大彎，贏馬前3名，即係上一次7、3、4場次跑頭3名嘅咧，係全部擺前邊同埋貼欄先跑得好嘅，甚至隻閃勝亮啊，跑第5名嘅咧都係沿途咧貼住欄嚟跑嘅，量子猴王3碟咁樣轉彎。沿途3碟啦，轉彎走大外碟都可以上嚟咧，跑咗第4，走規都唔係特別太好喺直路嗰度，有啲閃出閃入嘅，最後跑第4名。即係如果跑直啲，個彎唔係走咁蝕咧，肯定係前3名嘅。睇睇呢條片啦，睇下量子猴王點跑啊！睇完片翻嚟再傾，可以睇埋同場都有份跑嘅閃勝閃亮啦，同埋嗰隻紅月社啦。加埋跑包尾嗰隻銳行星，睇完片翻嚟再講啦。星啦，中間呢仲有紅月社啊，內欄尾4粉紅衫就閃勝閃亮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雀橋飛星響尾3啊，尾2量子猴王啊，響後邊嗰匹馬暫時係金槍寶區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永福就貼欄放，共建世界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有精英奪冠呢，外邊位置就係呢隻雙劍合璧啊，馬林中間有極歡欣嚟嘅，揈出去中外檔追嘅馬呢，咁啊有銀騎士啦，咁啊偷入邊上嘅嘛，粉紅衫粉紅帽，仲有閃勝閃亮啊，大外檔量子猴王追緊上嚟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永福佔先少少，共建世界響佢外邊呢，睇個勢似乎要殺上嚟同佢一齊鬥噶啦。咁中檔位置全能勇士大外檔，仲有隻量子猴王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共建世界透出啊！全能勇士越逼越近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共建世界。好啦，今日睇完片翻嚟啦，呢場7、3、4場次，量子猴王喺直路上邊呢都係片出片入嘅，講真。同埋佢喺試集咧，過往咧都唔係咁準成嘅，咁所以咧仲有大幅嘅上升空間。咁啊，論到末段嗰個時間咧，其實係僅次於跑第2名嘅全能勇士，但係全能勇士咧係全程咧好順滑，跟得好好咁樣衝上嚟嘅。反而量子猴王咧就沿途3碟咧，直路抄大外碟咧，跟住喺直路上邊咧又閃出又閃入，最嬲尾嗰50、60米咧，先至可以稍為修正翻咧，立正咧去衝咧，都可以做個22秒28末段咧，真係幾唔錯啊！呢隻馬。咁今次排個檔位7檔好跑啊！隻6號星球勇士一定係放頭噶啦，跟住佢嚟跑，所以呢條大熱 Q 咧應該幾穩陣嘅。咁啊都唔使諗其他噶啦，第一場一定係呢條大熱 Q 噶啦，6號搭7號。好啦，再翻嚟睇翻第一場個排位表啦。咁如果大家覺得，淨係6號、7號 OK 啦，咁但係呢條 Q 咧，我都唔知有冇廿蚊，應該有20蚊鬆啲啩，希望有啦。如果大家甘於係6、7單 Q 收20零蚊嘅，咁啊當然可以買啦嚇。咁但係如果大家想，呢一場賽事既然可以劃走隻3號機緣燦爛，即係話餘下嗰4隻有機會爭啲3重彩腳啦，同埋4重彩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個投注價值咧就係睇下會唔會有啲冷腳走到入嚟3、4重彩啦，
就係呢一場嗰、個投注價值所在啦，我覺得。咁啊頭先講過啦，1號禪聖閃亮同埋2號龍騰盛世兩隻出自呂健威馬房嘅馬咧，其實都有機會走入嚟。但係呢兩隻馬咧，尤其是隻1號禪聖閃亮咧，排咗個2檔喎，排個2檔又難搞啲喎，真係嘛？未必咁有利喎呢個檔位。咁啊，另外即係排1檔嘅瑞行星咧，其實咧應該可以揀嘅。如果排出啲第4、第5檔，但係排咗1檔咧，又係難跑啲喎。咁會唔會諗下排第4檔嘅龍騰盛世同埋排第5檔嘅紅月社搏佢走入嚟啲3344咧？呢一場嗰個重點咧就係揀3、4重彩配腳，揀一隻冷腳俾大家啊！兩隻2歲馬已經揀咗啦，6號同7號，咁餘下嗰5隻咧都係3歲馬嚟嘅。咁啊3歲馬裏邊，大家都話即係出得最多嘅，其實咧就應該最渣嘅。咁但係咧呢一隻都出得多噶，出咗2鋪噶啦，3鋪即係新馬賽出咗2鋪噶啦。我認為偉大馬房呢隻5號紅月社咧，今場雖然布文冇騎到，換上田雞騎咧，應該更加好分啊！咁大家認為呢隻馬即係跑過2鋪應該係最渣嘅，但係我認為咧呢隻馬一啲都唔差，應該喺4班都能夠立足嘅馬嚟嘅。只不過現時嗰個成熟進度咧就唔係咁足，同埋呢隻馬咧睇落咧跑1400會更加好啲都未定。呢一隻紅月社咧喺第一次出賽嘅時候咧，我都有講過，佢係未做夠功夫嚟跑噶，咁啊嗰個狀態咧係未起得特別理想嘅。雖然佢喺從化試集跑過1000米直路第1名啊，但係咧係未夠狀態嚟跑噶。咁布文騎上去咧，其實都跑得唔錯噶。呢場1000米直路賽追翻嚟個第6咧，都好接近噶。咁跑完呢鋪之後咧，上一鋪增程上去跑田草1002咧，應該係會更加啱呢隻馬發揮。咁但係由於上一鋪亦都係有啲唔好彩啦，抽個檔位唔係特別太理想啦，都係啲比較外嘅檔位，抽個12檔。咁布文沿途咧都係擺3碟嘅。咁啊，直路上邊其實佢係曾經想試下拉出嚟咧望空衝，但係可惜咧又俾馬封喎。如果我冇記錯的話咧，係俾希斯嗰隻雙劍合璧咧阻一阻佢嘅，咁啊令到佢喺直路上邊嘅衝刺咧受阻，但係咧最嬲尾咧都衝上嚟嘅，有啲走勢嘅，跑咗第9名。2鋪喺嗰個發揮上邊個沿途走位際遇咧都係麻麻地嘅，大家可以細心睇翻呢2鋪，即係2場賽事嘅重播，上翻馬會網頁睇，或者頭先我都有播嗰條片咧，量子猴王跑第4嗰場嗰條片咧，大家可以睇翻。咁啊走位好蝕，但係喺末段咧係有走勢嘅啲啊嘛。咁今次跑翻1000米直路賽事，揾一個比較勤力啲嘅騎師田雞騎咧，咁啊呢隻馬係頭先講咗啦，應該要跑1400好啲嘅馬咧，氣量一定夠。最嬲尾末段，大家熬一熬個後勁咧，應該有機會追上嚟啲3344嘅，係搏呢樣嘢啫。呢一場如果跑過第3名咧，就好好分噶啦，因為大家都會將個注意力擺咗喺1號禪聖閃亮啦，或者初出嘅2號龍騰盛世啦，估計呂健威2隻點都有1隻啩，係嘛？咁加埋初出跑直路1000米已經跑第2名嘅4號瑞行星啦，咁大家都喺個注意力集中喺1號、2號、4號身上的話咧，呢隻5號紅月社如果走個第3、第4名翻嚟，啲3、4重彩咧分都係分呢隻。今次排個5檔容易跑，因為6檔嘅星球勇士一定快嘅，跟住星球勇士挨埋外檔跑咧。如果田雞咁跑，今場應該有運行。所以今期專攻第一場咧，好簡單噶啦，出7隻馬啫，一條單棍搞掂。6號星球勇士行頭配腳，7號量子猴王一條單 Q， 或者大家貪心啲買條2重彩，我諗單 Q 同2重彩都唔會爭太遠分頭嘅啫，買單 Q 好過啦。咁啊，第一場賽事6號搭7號，但係今場如果大家唔甘於6搭7一條單棍嘅，咁啊富貴險中求，揀隻3重彩或者4重彩冷腳咧，就係5號紅月社。
咁大家如果喺臨場或者大家有其他心水嘅，我諗第4選呢，唔係1號禪聖閃亮就係4號鋭行星噶啦。咁所以呢，5、6、7咁啊拖下1、4買條4重彩或者4連環呢，跑出嚟都幾好分頭嘅，有機會。好啦，今日最後總結，專攻第一場新馬賽，應該呢啖頭啖湯都順利飲到噶啦。大衛希斯過往啲新馬班賽事嘅賽績都幾好噶，冇理由咁失威噶。同埋今次都算係人間有情嘅，艾杜拿今季嘅個成績咧都唔係特別太理想咧，都俾隻即係揀手貨俾艾杜拿，艾杜拿拿住咧都當佢親生仔咁湊咧，應該好有機會第一場咧即刻贏馬噶啦。咁啊，艾杜拿啱啱禮拜3先幫手贏嗰場啦，應該嚟緊禮拜6咧。希望佢手風順啲，第一場即刻頭威頭勢幫手贏錢啦！祝願大家星期六可能會開冷門，大家諗定啲冷門啦，加埋場地可能會起變化，會有機會有落雨，大家留意住個場地形勢同埋天氣狀況啦！祝願大家禮拜6 11場賽事兩泥九草咧都能夠順順利利贏多啲，下一次再會，拜拜！呢條片呢係想向大家介紹一下2024至25新馬季大米港馬會員計劃嘅詳情。大米港馬嘅會員計劃一向秉承住純粹支持、隨緣落座呢個原則。如果大家經濟能力唔許可嘅，就唔需要加入成為會員。大米港馬幾個頻道咧都有不同類型嘅免費節目提供俾大家嘅，只需要訂閱本頻道，睇下啲片嘅廣告同埋留言支持咧，已經係對我好好嘅支持嚟噶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能力許可的話，有經濟能力嘅就不妨支持一下大米，加入會員計劃。有意加入成為會員嘅朋友，只需要喺 YouTube 搜尋大米港馬，咁啊呢一個係手機個界面嚟嘅。咁啊嚟到大米港馬嘅主頁面呢，就可以撳一撳訂閱先，以便日後成為會員之後呢，接收會員片嘅信息，同埋呢要將即係嗰個鐘啊調校成為黑色，接收所有通知。咁啊，訂完閱之後咧，就可以撳一撳右手邊呢個加入掣，之後咧就可以揀選唔同嘅會員級別啦。大米港馬訂立咗5個唔同嘅會員級別，而最低嘅會員級別咧就係基本會員，月費係150蚊。基本會員有乜嘢會員福利咧？咁啊，當然係可以睇到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啦，喺熒幕最底見到啦。但係咧，基本會員只係能夠睇到每個月4次本地香港賽事嘅會員版心水推介嘅啫，即係每個禮拜咧會睇到1次，梅花間竹咁樣去出。第一個星期會係日賽，下一個星期咧就係夜賽，如此類推。除咗香港賽事嘅心水推介片之外咧，仲可以睇到越洋賽事嘅心水推介嘅，如果有的話。咁喺暑期咧就會即係我都會揀幾次越洋賽事嘅心水推介咧，係俾會員朋友嘅。如果大家想睇晒所有嘅會員版心水推介片，包括本地賽事同埋越洋賽事的話咧，就要加入高一個級別，叫做超級支持會員，月費咧係港幣200蚊。除咗可以睇晒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之外咧，入會累積滿18個月，即係1年半咧，就可以加入大米港馬嘅 WhatsApp 資深會員群組嘅。如果大家想支持大米多一啲，可以選擇更高級別嘅會員計劃嘅，月費咧就會相對比較高。咁而加入資深會員群組嗰個時間咧，亦會縮短一啲。咁大家咧可以因應自己嘅經濟情況，選擇加唔加入更加高嘅會員級別。但係咧，更加高嘅會員級別嘅福利咧，同超級支持會員嘅級別咧係一樣嘅。個差別咧只係加入 WhatsApp 資深會員群組嘅時間咧係縮短啲嘅啫。如果大家選擇啱自己合適嘅會員級別咧，撳個加入掣去支付咧就 OK 噶啦。喺 YouTube 完成咗支付程序，正式成為會員之後咧，不妨喺大米港馬任何一條片留言，咁咧喺呢個名嘅前邊咧就會有一個會員徽章嘅。會員徽章咧係會按你嘅年資咧慢慢遞升嘅。如果初入會咧就係左上角最頂嗰個紅色底嘅冰冰符號嘅。
當然，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會員片幾時會播啊？我就定咗個播出時間嘅，就係賽事日之前一晚11點半鐘，日馬同埋夜馬都係一樣噶啦。而 YouTube 喺我上傳咗會員片之後呢，亦都會即時通知各位會員去睇片嘅。所以大家謹記要訂閱大米講馬，同埋咧接收所有通知，確保係收到通知咧去睇會員片。咁如果大家收唔到通知，按翻呢個時間嚟到主頁面咧，都可以喺主頁面咧有一欄係會員片嘅，咁你撳入去睇都得噶啦。最後大米再一次感謝大家一直以嚟對大米講馬會員計劃嘅支持，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支持，成為會員嘅一份子。喺會員片咧再見到大家，亦都祝願大家嚟緊嘅新馬季咧可以場場勝利，收穫一個豐盛嘅馬季。我哋會員片再見啦，拜拜。